有双烟豆哈，哦，遮水的，我甲你讲啦，这阮囝的烟豆啦，伊惊我一个人伫庄口吼，足无聊的，伊就接我来台北吼做伙住。喺台北吼，我住袂惯势啦，尤其是迄眠床吼，迄亮棍安尼倒的时阵，哦，足无舒适的呢。今仔日是要创啥？请阿妈来看电视啦。迄电视大部分拢讲华语，我看无啊。无啦，今仔日是带阿妈来看台语的节目。哦，安尼哦，讲台语哦，安尼好，安尼好。我甲你讲，有足侪人吼，细汉的时阵啊，伫学校拢袂使讲台语，你知无？你若是讲台语吼，就会互人罚钱的。袂使讲台语。汉堡的台语安怎讲呢？可能真严重。请问汉堡的台语安怎讲呢？来看我这边哦，汉堡的台语安怎讲？汉堡呀！来，汉堡啊，知来啊，影？冰博冰博哦，嘿，安尼才冷静。麻宝，肉堡，麻宝，肉堡，好，确定哦。确定。好，老师是不是肉堡？这种较无人安尼讲。啊，不是差伊家己的艺术观的吼，来这边。安尼我有肉胖。哦，胖是安尼写呀，确定。胖呀，有意思。嘛毋是，你是安怎讲？其实无遐尔啊复杂。对啦。这无好笑呢。这无办法，无分数就是无分数。来，没老师笑啊，是安怎？没啊，笑啊，咱叫。没笑啊。嘛有人直接翻啦，就叫做汉堡，吼。汉堡啊，较食人讲的应该是讲咱台湾有一种挂包嘛，啊，不过这个汉堡是对外国来的，虽然讲美国挂包，这个较食人讲。啊，佮有另外一种讲法，就是咱中拢有夹这个肉嘛，啊，虽然讲汉肉夹。哦，夹起来啦。对啦，就是爱看这种节目啦。即摆足侪少年啊哦，迄台语啊拢听无呢。像阮孙洋洋啦，洋洋就是爱看这种节目啦。哦，无伊拢无啥会晓讲呢。好啦，刷落来要看啥啊？哦，这煮啥？这煮啥？哦，汤干机咸底就爱掌握准，酸气嘛袂当伤重。去掉了后，用这块已经有80年历史的皮仔内底。哦，80年哦，遮久啊，哦。拄只甲疏疏切切虾仔放起哩，上尾一步盐水南路就会当芳上道路。我闻到迄香味啊呢。真搞久。刷落来这是同款真出名的长烧鸡，材料讲起来是真普遍，算是正港传统的酒家菜。哦，痛到安尼哦，真好鸡拢足大只，啊就来烧，切块，切了很多块。啊，他们可以，因拢比酒家里我觉得鸡把它因为胖，对稍微嚼劲比较好。长烧鸡爱用大火落去煎，火大细拍，油的温度拢有味觉爱注意。规支葱仔下落鼎，连切肉的刀法嘛真讲究。切10条，我看你要钱啊。你要叫10条。我甲你讲，我少年的时阵吼，足够煮菜。阮人吼，足爱食我煮的物件。哦，我爱到要死，你知无？哦，毋是我咧讲喂，毋好安尼，毋好安尼。哦，讲安尼呢。哦，好啦，刷落来咧，过来要看啥？啊，拍开的，咱要做一个太极流动，互咱坐骨甲拍正，手举起来，正平倒平，慢慢背落。嘿，用着你的大腿骨，还有你的坐骨，这无是要安尼正平倒平甲摕落开，哎，成就了较慢呢。啊嘞，喘一下气的哦，感受着这个海风，这个日头，真舒服啦！来，两只手拍开，好舒服，啊嘞，舒服哦。哇！哦，我慢慢转来，去嘞。这边呢，动作会用的话，搁较大，有影低我无法度啦，去啦，搁去落去。哇！哦，用大腿，啊，搁你尻川背力，腰只骨的力，安尼。翘臀要起来啊！有哦，水哦，水哦，水哦，赞哦。阿妈、阿姨、阿哥，你叫我呀，你叫我呀。哦，来放轻松开。来呀，来呀！好，来小打者，慢慢打转来。哦，感觉啥款？哦，
刚刚相反，你愈来愈有精神，愈来愈有精神。精神拢来啊！哦，安尼啊，你咧做运动的时阵啊，拢是少年人咧教呢。像阮这种阿嬷、阿姆啊、妈妈，若是咧做运动的时阵，啊若跋倒还是闪着，要安怎？敢有保险哈？袂啦，咱这拢是专业的老师咧教的啊。嘿啦，对啦，咧做运动吼边仔嘛是要有人伫遐看较好啦，较安全啦。等下，过来要看啥啦？在日本厝介水吼，佮保存甲介好呢，一下就来到日本啦。我今日来看卖。用这了红去冲尔吼。晓啊。来，意志。我厝要水呢，哦，迄衫我想要穿，哦。真的。啊，毋较笑的，你看我遮水，你等下佮讲你阿嬷骂你笑起来嘛是介是佮一届，佮笑一张我来，1、2、3笑哦，1、2、3哈，2.5。你会记得你之前有甲我讲，我有够好打呢，迄世界死过去，你有记得无？安尼做伙出去打好聊安尼。你死起落去，也毋惊叛去。哎呦，明白啊。若伫外国，我想讲，食着好食的物件，想要带咱厝内的人去食。但是咧较远，我若要带你去爱尔兰，你敢要去？好啊，真的？真的。我本要招你来，招你就无爱啊。你讲去爱尔兰好，好啦，你啊趁我即马啊袂嫁，我甲你讲，我都带你嫁出去行行，我若嫁人做人的心无机会呢。我来红白条的安尼，对。你哪了食家己自由啦，没有你。我食迄个鸡腿啊，还是面。但这你嘛知，阮大家就一点仔感觉，阿嬷其实真正足有慧啊。讲到要哭啊，讲到要哭。阿嬷哪无做咧哭啊？啊！系哦，阿嬷唔知为虾米，伊对旧年开始就开始讲，阿嬷有会安尼，阿嬷过几年就袂走啊哦。我甲真正那摕迄七岁的纸安尼切目睭，迄伤苦呢。趁人搁伫的时阵吼，爱家家去珍惜迄上好的时间。这嘛是真感动呢哦！以前是庄脚哦，一个人哦，嘛是会无聊呢。好佳在吼，阮囝吼嘛是真友好啦，甲我接来台北做伙大。哦，但是吼，阮迄个孙啦，洋啦，互我真操烦，你知无？我甲你讲，有一天吼，我已经会互伊吼气甲送去病院去。我甲你讲，哎。我绝对无对伊安怎，除了回死咧，我嘛愿意赔偿。你已经甲我补着一届，还佫无够，即摆是想要用钱来甲我洗面心。你安尼做伙上腿也真贵啊，你毋知无？既然这是因想要行的路，就随在因啦。替我甲民主讲一声恭喜。啊！你太安尼雄雄公公啦！会长，请你替我做主。迄是林雨间，电头的电影的。哦，这做节目吼，拢足有心的呢。啊，要去倒看哈？第14台啦。啊，14台哦。哦，公司台语台啦。哦，因为真侪节目吼，拢做甲足好。阿嬷，最后甲咱观众朋友讲，若是恁介意阮的节目，就爱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哦。啥物？你在讲啥？按赞、订阅、加分享。订啥物？订加2个。订啥物？我听无啦。啊，这我袂晓讲啊，我袂讲。阿嬷难相处。啥物？无啦。我要去困。阿嬷开始摆 pose。然后闪到。稍等一下，再一顿什么？要讲孙子了啦。